好多新來港嘅學童落嚟香港讀書，望住周圍都係繁體字同英文嘅環境，好多時都會彷徨無助。踏入校園，全新嘅課堂模式，揭開課本，密密麻麻嘅繁體字完全睇唔明，功課唔識做，大量英文課本內容亦難以學習，同學日常交談都係講粵語，讓他們難以溝通，重重語言與文化障礙，令學童彷徨無助，甚至累積壓力，衍生情緒困擾。我哋新來港學習適應平台，專門針對初到香港學童設計，平台設有粵語專區，透過日常情景對話，學識地道廣東話同香港文化，繁簡字對照學習，廣東話俚語學習等。平台配套分等級英語學習，聽、說、讀、寫，全面提升語法、詞彙、發音強化訓練。更設有沉浸式英語場景學習，視聽雙重輸入，降低學習門檻。平台更設有情緒支援專區，搭配放鬆小遊戲舒緩壓力。24小時 AI 助手1對1支援，隨時陪伴傾訴，同步照顧學習同心理狀態。AI 學習進度系統亦會記錄表現，定製專屬學習方案，分析強弱項，提供個人化建議，持續追蹤成長軌跡，清楚掌握學童學習情況。隨住持續學習，學童逐步攻克語言難關，成績穩步提升，志在融入校園，同身邊同學打成一片，迎來屬於自己嘅全新光明前路。